咬我了，我要打死你了！滚！好了，快去坐你位置吧。这么大。वो तो स्टूडेंट कहने की है 今天呢，我要给大家取一个中文名字，你们要不要？要！要不要？要！要不要？要！那你们有没有自己想要的名字呢？要老师，我想取6666。要取这个名字？因为666是很厉害的意思啊，我觉得我自己挺厉害的。那我想取厉害这个名字。你有多厉害？对呀、厉害了，我的哥！你们俩都这么厉害吗？对啊，为了酷，为了高大美女。老师说，我想取智障这个名字。智障，你是智障的吗？智障不是美丽的意思吗？哈哈，智障是美丽的意思吗？我以为是啦，别说我了。哎，你是不是傻呀？你叫我傻吗？好了，关于名字呢，我就帮大家想想吧。那今天的课就上到这吧。好了，下课。下课了。नेक्स्ट टीचर यही बनते हो 时间慢慢的流淌，不知不觉就已经1个月过去了。同学们，早上好。老师好。老师漂不漂亮呢？ सिर्फ ऐसे से 漂亮。今天呢，我有一个好消息，你们想不想知道？想。有一个新来的新生要过来跟我们一起上课哦。哇！是帅哥。是谁？是美女啊！进来吧。肯定是美女。大家好，我来自德国，我叫J。嘿J，快来往旁边坐吧。过来。跟我们一起坐吧，我想听听你心跳的声音。谢谢大家，我是学过民众的。 Oh my god！ 我是世界上最美的，你还不理我，无所谓。我才是最美，完美，完美，你们俩够了，我这么帅，这么酷，你俩还不看我 ？No， 我才是酷，快点！天哪，我的学生们够了，好了，今天下课吧。时光如梭，一转眼5年过去了。这些年，他们风风雨雨的走来，在一起知道酸甜苦辣的滋味，也一起有过快乐幸福的时候。今天就要分离了，大家的心里时同学们好。